美國最危險的唔係聯邦債務剛剛衝破40萬億美元，而係財政部開始加碼買回長期國債，30年期收益率卻只安靜了不到一天，又往上走，這就很不合理了。政府願意出手，市場點解還是不肯買賬？因為債券投資者而家問的早已唔係美聯儲下一次升息還是降息，佢哋問的是另一件更刺耳的事：未來30年把錢借給美國，到底要收多少風險補償才夠？這個問題看起來離普通人很遠，實際上它正在進入美國人的房貸利率，也正在進入香港寫字樓的估值、開發商的再融資條款，甚至進入銀行願不願意繼續給你續貸的決定。跟住落嚟，我哋就把這條鏈拆開。點解5.337%唔係一串普通的行情數字？40萬億美元怎樣變成利息雪球？財政部的回購為何更像改善交通，而唔係消滅債務？人工智能巨頭又點解會和美國政府爭奪同一池長期資金？最後再回到香港，哪些資產只係價格調整，哪些負債結構才是真正危險的地方？先把最關鍵的畫面擺在桌上。2026年8月18日，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盤中一度衝到5.337%，創2007年以來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升到4.747%附近。30年期收益率從3月的約4.594%一路抬升，連續多日處在5.2%上方。此前一場30年期國債拍賣，得標收益率達到5.216%，是2001年以來同期限拍賣的最高水平。別忘了，債券價格和收益率方向相反，收益率衝高，翻譯成人話就是有人在買，或者新買家認為原來的價格不夠便宜，非得給更高回報才肯接。而且這唔係美國一個人的秋風，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的長期國債同一階段都承受買壓，日本長債收益率升到數10年來高位，國際油價又重新站上每桶90美元。戰爭和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讓通脹擔憂重新抬頭，全球市場將在同時修改一道題的答案。也許未來的通脹不會像過去那麼低，也許長期借錢本來就不該那麼便宜。很多人看到美債收益率上漲，第一反應就是美聯儲又要加息了，只用這一句話解釋會錯過真正的大戲。美聯儲控制得最直接的是短端政策利率，30年期美債卻要替未來30年的通脹、增長、財政、供給和政策不確定性一起定價。長期收益率可以粗略拆成兩塊，一塊是市場對未來短期利率路徑的預期，另一塊叫期限日價。這個詞聽起來很學術，其實意思很樸素。你要我把錢鎖30年，可以，但未來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所以我要多收一點補償。眼下明顯抬升的，恰恰是這份補償。第一個原因是美國國債太多，而且還會繼續多。2026年8月18日，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突破40萬億美元，其中公眾持有債務約32.266萬億美元。政府內部持有債務約7.782萬億美元，這裏必須分清兩個口徑：40萬億是聯邦總債務，拿它除以國內生產總值，總債務率已經超過120%。真正需要市場廣泛承接與融資壓力關係更直接的是公眾持有債務，它大約相當於美國經濟規模，而唔係已經達到120%。把兩個口徑混在一起，結論就會越說越嚇人，卻不夠準確。不過準確並不等於輕鬆。2022年1月，美國債務剛過30萬億美元，4年半左右又增加了大約10萬億美元。原先一些官方預測以為40萬億要更晚才出現，現實卻提前撞線。國會預算辦公室對2026財年的估計是聯邦收入約5.6萬億美元，支出約7.4萬億美元，赤字約1.9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政府每收到1美元，大概要花出1美元3角3分。少掉的那一節唔係憑空消失，只能繼續借，借得越多，利息就越多，利息越多，赤字又越大，赤字越大，下一輪要發的債就更多。這唔係修辭，
它就是預算表上的連鎖反應。2026財年前10個月，美國聯邦淨利息支出已經達到963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約14%。照這個速度，全年淨利息超過1萬億美元幾乎冇懸念，平均下來每天是30多億美元，每秒超過35000美元。需要提醒一句，財政部公布的總利息開支和預算口徑的淨利息支出唔係同一個數字，前者冇扣除政府收到的相關利息收入，所以唔可以拿一個口徑的年度數字去硬接另一個口徑的月度數字。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基準預測是淨利息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會從2026年的3.3%升到2036年的4.6%。名義金額屆時約為2.1萬億美元。這個預測採用的是10年期美債收益率，今年平均約4.1%，未來逐漸升至4.4%附近的假設。30年期收益率短時間升到5.3%，並不意味着40萬億美元存量債務會立刻全部按照這個利率重定價。因為不同債券的到期時間不同，可是只要高利率維持得夠久，越來越多舊債滾動到期，較高成本就會一點一點進入財政賬單，債務問題也不再只係經濟學家的興趣。彼得森基金會7月調查顯示，94%的登記選民表示更可能支持提出明確債務處理方案的候選人。民眾未必每天研究國債拍賣，卻能從房貸、車貸、信用卡和物價裏感受到借錢越來越貴，但無論用哪個合規口徑，方向都一樣，利息正在擠壓其他公共支出的空間。7月單月財政赤字約4320億美元，同比看上去增加了48%，創數年來高位。不過這個數字也受到付款日期錯位影響，把日曆因素調整掉，赤字約3330億美元，同比增幅約18%。你看，調整後冇標題那麼驚悚，可問題仍然很大。真正值得擔心的唔係某一個月突然難看，而係經濟冇陷入深度衰退，財政赤字依然長期高企。這就解釋了點解長債投資者開始挑剔，佢哋唔係懷疑美國明天就還不起錢，美債擁有美元計價、市場深度和全球抵押品地位，這些優勢仍然存在。投資者真正擔心的是未來新增供給太大，通脹路徑又不穩定。如果我今天買了5%的30年債，明天財政部發出更多債，市場要求5.5%，那我手裏的舊債價格就會下跌。於是我今天就要先索取更高的期限日價，這就是所謂的財政可信度開始進入長端定價。有人會問，美聯儲之前唔係已經大幅降低過政策利率嗎？點解10年期和30年期不跟着明顯下去？答案就在這裏。短端可以聽美聯儲，長端還要聽財政、通脹和供求。過去那種央行一降息，所有資產估值就自動回到高點的直線思維正在失效，收益率曲線出現所謂的紅豆，就是長端收益率比短端升得更快，長債價格跌得更重。市場等於在說，我不只關心下一次會議，我關心10年、30年後這張資產負債表長什麼樣。第二個原因是油價把通脹尾部風險重新點亮。布倫特原油衝上每桶90美元以後，市場不會只算加油站那一筆賬，能源會進入運輸、化工、航空、製造和農業成本。如果高油價持續，它會讓通脹降得更慢，也會限制央行降息空間。對長期債券來說，最怕的唔係一次性的價格跳升，而係大家開始懷疑未來平均通脹中樞會不會更高。30年債每年少掉一點真實購買力，30年累積起來就唔係小數目。第三個原因是技術交易把基本面壓力放大。5%是一個非常醒目的關口，它唔係什麼自然法則，卻會影響交易員的止損線，量化模型的趨勢信號，也會改變資產配置者對債券和股票的比較。當收益率連續站上5%，原本以為會回落的人被迫止損，跟隨趨勢的資金繼續買出，於是緩慢上行變成快速衝刺。有技術分析師把下一段風險區間看到5.6%到5.7%，這個預測唔係必然會發生的事實，卻告訴我哋
一旦市場結構失衡，行情的速度可能比宏觀數據變化得更快。還有第四股力量，很多人反而低估了，那就是人工智能資本開支。人工智能當然能提高生產率，也可能抬升美國長期增長預期，增長更強，本來就會支撐較高的真實利率。但眼下更直接的影響是建設數據中心、採購芯片、電力設備和網絡基礎設施，需要真金白銀，而且是極其龐大的真金白銀。截至8月中旬，美國企業債發行規模約1.68萬億美元，比上年同期高約27%。按照較窄的美國公開企業債統計口徑，人工智能相關發行今年約2200億美元，上年同期只有約125億美元。如果把全球人工智能生態裏的企業債、項目融資和相關載體都計算進去，高盛追蹤的廣義規模已經接近5000億美元。兩個數字看似衝突，實際上是統計範圍不同。市場對優質科技企業的償債能力並冇突然失去信心，但科技債相對美債的利差已經開始擴大。換句話說，投資者唔係說這些公司一定還不起，而係在說債太多了，想讓我繼續買，請加價。谷歌母公司近期完成約250億美元的美元債發行，期限從2年一路拉到40年。僅這筆交易就說明，人工智能競賽已經不只係利潤表上的研發費用，而係在大規模製造新的長期債券供給。5家大型雲與科技企業今年資本開支的市場預估已經被上調到7300億至8000億美元附近。2027年的部分預測更超過1萬億美元。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估算，2026年和2027年，這些公司的資本開支可能吞掉約94%的經營現金流，而2023年這個比例只有約40%。注意，這不等於5家公司馬上冇現金，也不等於所有投入都靠借債，它意味着用於回購、分紅、收購和其他投資的餘地正在變窄，外部融資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廣義企業債市場裏，人工智能相關融資、特殊目的載體、設備租賃和長期購電承諾還在繼續增加。博通被報道正在洽談超過600億美元的債務融資，潛在結構在極端方案下可能接近1000億美元，不過這仍處於討論階段，唔可以當成已經成交。這裏也要糾正一個很容易傳播的誤會，網上常見微軟2026年8月發行197.5億美元，創公司紀錄的說法，其實把舊文安到了新日期上。微軟那筆197.5億美元的巨額債券，是多年前為收購領英融資時的交易，唔係2026年的新發行。這個例子本身唔可以拿來證明今年的融資潮，但今年人工智能債務供給快速增加，仍然有大量新數據支持。那麼人工智能公司發債點解會影響美債？因為很多買家是同一批人，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債券基金、銀行資產負債表，佢哋能承受的久期風險和信用額度都有限。所謂久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債券價格對利率變化有多敏感，期限越長，久期通常越高。美國財政部要買長債，科技巨頭也要買40年債，資金池卻不會因為新聞發佈會熱鬧就突然變大。於是市場上增加的不只係美債供給，而係整個長期債券市場的久期供給。同樣一筆錢買美債，信用風險低；買優質企業債，多拿一點利差；買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項目，可能還有更高回報。他們彼此競爭，競爭的結果不一定是美債沒人要，而係各類發行人都要給出更有吸引力的價格。聖路易斯聯儲官員把它概括為：美國政府融資和人工智能建設正在爭奪資本。這個說法很形象，但也別把人工智能當成唯一元兇。財政赤字、油價、通脹和政策可信度仍是更底層的驅動力。企業債洪水更像在已經上漲的水位上再推來一陣浪。而家就能理解美國財政部點解要在8月19日出手了。財政部宣布，從9月9日到11月4日，把10年至20年、20年至30年名義付息國債的單次流動性支持回購規模，從最高20億美元提高到至少40億美元。按照當時已經公布的安排，
相關長端操作有7次，新增支持至少約140億美元。消息出來以後，30年期收益率一度下跌接近10個基點，美股也獲得短暫喘息。美元指數當天下跌約0.8%，現貨黃金一度升到每盎司約4500美元附近。黃金上漲不只係因為收益率回落，也反映另一層擔心。如果財政部門主動壓低長端收益率，而赤字本身冇改善，部分資金可能轉移尋找美元之外的價值儲存工具。但第二天，長債收益率又重新往上走，10年期回到約4.708%。30年期回到約5.251%，道瓊斯指數下跌704點。點解？是唔係財政部的錢不夠多？對，但不止如此。先解釋回購到底在做什麼。美國財政部回購的主要是流動性較差的舊券，也就是市場裏常說的非當前券。相同剩餘期限的國債，因為發行批次不同，成交活躍度也不同，新券更容易交易，舊券可能要打折才能買。財政部買回一部分舊券，可以減少市場堵塞，改善價格發現，讓造市商更願意報價。這像什麼？像把高速公路上拋錨的舊車拖走，讓車流順一點。它解決的是交通問題，唔係把公路盡頭的債務大山搬走。它也唔係美聯儲量化寬鬆。美聯儲購債可以創造基礎貨幣並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財政部回購必須有資金來源，只要財政赤字還在，財政部買回舊債以後，仍然要通過發行新債來融資。債務可能從一張舊券換成一張新券，也可能從長端挪到短端，但淨融資需求不會因為回購2個字自動消失。再看規模，20年戶30年期存量美債大約5.5萬億美元，公眾持有債務約32.3萬億美元。7次操作新增至少140億美元，相當於公眾持有債務的比例不到0.05%。它可以在交易清淡的時段製造明顯價格反應，卻很難單獨改寫長期供需，所以把這項措施叫救市，有流量卻不夠專業。更準確的說法是財政部擴大長端流動性支持，同時向市場釋放我哋在關注的信號。信號能買時間，唔可以替代財政方案。而且這裏還有一個微妙風險，美債市場長期看重財政部發債的規律、透明、可預測。如果為了壓收益率突然改變操作，短期可能嚇退做空者，長期卻可能引出新問題。未來只要收益率上漲，財政部是否都會干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到底誰在管長期利率？如果市場開始懷疑規則會臨時變化，要求的風險補償反而可能更高。這就是點解市場只安靜了不到1天。投資者真正想看的唔係單次40億美元，而係未來赤字能唔可以收窄，長債發行節奏是否可持續，通脹能唔可以重新穩定，拍賣時的真實買盤夠不夠。財政部可以買走幾輛拋錨的舊車，卻無法替國會決定明年的稅收和支出。跟住落嚟，這個5.337%會怎樣進入普通人的生活？30年期美債唔係美國30年房貸的機械等好，但它是重要參照。銀行和按揭機構定價時，還會加入提前還款風險、信用風險、資本佔用和經營成本。當長端無風險利率抬高，30年房貸利率很難獨善其身。購房者月供上升，能負擔的房價下降，建築商的融資成本上升，新項目回報門檻提高，企業發長期債也要在美債收益率上再加信用利差，於是壓力從政府資產負債表傳到企業，再傳到居民。經濟增速如果因此放慢，稅收可能受壓，政府若再擴大財政支出來托底，發債需求又會上升。這就是所謂的風險三角：增長放緩、槓桿抬升、政策空間收窄。它唔係說明美國經濟馬上崩潰，而係說過去可以靠低利率暫時遮住的問題，如今會更快反映在現金流裏。把鏡頭轉到香港，傳到更有戲劇性。但我哋要先避開一個常見誤區：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美元利率變化會通過資金流、港元拆息往銀行定價傳導過來。但香港一棟寫字樓的資本成本並唔係直接拿美國30年債收益率加一個固定數字。港元流動性
1個月或3個月港元拆息，銀行最優惠利率、借款人信用、抵押品質量和租金現金流都會參與定價。截至2026年8月20日，1個月港元拆息約 2.68%， 3個月約 2.94452%， 隔夜拆息也在 2.89% 附近。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基本利率是 4%， 並非 5.75%， 主要銀行最優惠利率也有差異，匯豐、中銀香港、恒生大致維持 5%， 渣打等銀行約為 5.25%， 這些數字看起來比 5.337% 低。點解香港商業物業仍然難守？因為商業物業看的是淨租金回報能唔可以覆蓋實際借貸成本，而很多貸款的真實利率還要在拆息或最優惠利率之上加息差。更麻煩的是，資產價格下跌以後，銀行會重新估值，貸款價值比惡化，借款人可能需要補抵押品、提前還款，或者接受更高的風險溢價。我哋用1筆1億港元的商業物業貸款來算，如果貸款利率從 2.5% 升到 6.8%， 年利息會從250萬港元升到680萬港元，唔係從150萬升到680萬。融資成本增加430萬，增幅約 172%， 總利息變成原來的 2.72 倍。假設這項物業的租金回報率只有 2.1%， 1億港元物業一年租金約210萬，平均每月17萬5千，6.8% 的貸款年息是680萬，平均每月約56萬7千。也就是說，還冇計算管理費、空置、維修和稅費，業主每月已經要倒貼約39萬2千港元。這才是高利率最殘酷的地方，它不一定讓資產明天歸零，卻會讓持有一天虧一天。過去業主可以說我不買就冇損失，而家銀行每個月來收利息，現金流會逼着價格表態。香港商業物業正發生的就是這種表態。2026年上半年5000萬港元以上非住宅物業投資成交額約223億港元，同比大增 120%， 寫字樓佔約 67.6%， 酒店佔約 21.6%。只看成交量，很容易說市場回暖了，但成交量上升的另一面是買家終於接受更低價格，不良資產、接管資產和降價項目開始釋出。長沙灣83永康街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畫面，部分單位在計算折扣和回贈後，據報道報價低見每平方尺約5600港元，較早期開售價格低超過一半，甚至低於當年地價折算水平。不過項目發展商披露的已售單位平均成交價約為每平方尺7500港元，兩個數字並不必然衝突，一個可能是個別優惠後的低價，一個是整體平均成交。真正重要的唔係爭哪一個標題最狠，而係買方願意用更大折讓換現金。價格發現正在發生，大型房地產投資信託的賬面也在說同一件事。冠軍產業信託2026年上半年租金收益約9億4900萬港元，同比下降 7.8%， 物業收益淨額約7億8千萬港元，同比下降 9.3%， 旗下核心物業的租金仍然受壓。與此同時，國際評級機構指出，零售湖非核心寫字樓估值持續下跌，可能讓部分銀行的信貸成本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高位。有意思的是，中環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已經降到約 8.8%， 租金也錄得多年少見的半年度升幅。但冠軍產業信託旗下花園道3號的租金收益仍同比下跌約 14%。點解市場先回暖，財務報表卻沒馬上變好？因為租約有期限，舊租約到期後才會按照新水平續租。空置改善和新租金要經過時間才能進入賬面，市場拐點和現金流拐點本來就唔係同一天。不過我不贊成一句話把香港所有物業都判死刑，市場已經出現分化，住宅市場有自住需求和部分內地買家支持，韌性相對更強。中環優質寫字樓在經歷多年調整後，也出現租賃和價格趨穩的跡象。商業地產總體估值和租金自2019年以來跌幅很深，不同機構按樣本計算，有的超過 50%， 但核心區、非核心區、優質租戶項目和高空置項目
唔可以混成一張圖。高利率唔係把所有資產按同一個比例打折，它只係把問題問得更嚴格。你的租金會不會增長？空置率多高？租戶夠不夠穩定？資本開支還要多少？債務何時到期？如果這些問題答得好，資產仍然有價值；如果答不好，再漂亮的歷史估值也守不住。8月初，香港地產股還受到另一項傳聞衝擊。市場擔心內地稅務機關加強離岸資產收益審查後，未來可能延伸到內地居民持有的香港物業。這個擔心確實影響了情緒，但截至目前，並冇一項已經公布專門針對香港住宅的全新徵稅政策。房地產也不像金融賬戶那樣直接納入共同匯報標準，可以把它列入風險情景，卻唔可以把可能追稅說成已經全面徵稅。銀行而家就是拿着這幾道題，重新給這款人打分。據專業信貸市場報道，截至8月初，香港房地產相關俱樂部貸款往銀團貸款明顯萎縮，規模約97億美元，只有過去數年全年交易額的大約1/3。參與房地產融資的貸款機構池變少，交易規模更謹慎，條款也不再像低息時期那麼寬鬆。在融資時，這款人通常會遇到更低的貸款價值比、更短期限、更頻繁估值、更嚴格的現金流監管。銀行不再只聽市場遲早會回來，而係翻歷史成交，看同區可比，測租金下跌情景。因為對銀行來說，抵押品唔係一張靜止照片，估值一跌，原本安全的貸款價值比會突然變難看，銀行還要面對撥備和資本充足率壓力。東亞銀行2026年上半年金融工具減值損失約29.58億港元，同比增加16.5%，投資物業估值損失約4.07億港元。這裏既有內地商業房地產貸款的額外撥備，也有香港物業估值下調的影響。惠譽把香港銀行業展望調整為中性，說明系統性惡化並非唯一結果，但他同時提醒，處理商業房地產問題貸款會是漸進過程，抵押品處置拖得越久，受影響銀行的信貸成本越難快速下降。具體交易更能說明銀行態度。富豪產業信託出售資產後，先用所得款項償還舊貸款一部分，再完成約39.5億港元4年期的再融資。生活國際控股完成約63.9億港元5年期貸款，有19家銀行參與，但融資定價高於上一輪，參與銀行數量也比早年減少。英皇國際等高槓桿業主則通過出售資產降低負債。你會發現銀行並冇完全關門，它只係把門檻從有抵押品就行改成先降槓桿再談續貸。至於住宅按揭，市場確實不斷傳出個別銀行收緊小面積單位估值、提高非本地收入申請人的文件要求，甚至暫停某些客戶類別的消息。但截至目前，並冇足夠官方證據證明香港大型銀行已經全面停止新按揭。恒生等銀行官網仍列有接受一手、二手、轉換及按揭保險申請的產品。更準確的判斷，唔係信用擴張已經停擺，而係銀行正在精細分層，收入穩定、抵押品優質、文件完整的客戶仍能借錢。高風險單位、估價不足和境外收入難核實的申請，會面對更低清數、更長審批和更嚴格壓力測試。這也解釋了點解成交量可以上升，價格卻繼續承壓。買家需要現金，銀行希望回收貸款，買家卻拿着5%左右的無風險回報作比較。買家會問：我點解要用2.1%的租金回報去承擔空置、折舊、交易成本和周期風險？除非租金有明確增長，或者價格再往下，讓初始回報率變得足夠有吸引力，資本化論就是在這裏發揮作用。簡單說，一項物業的價值大致等於可持續淨收入除以市場要求的回報率。假設淨收入不變，市場要求的回報率從3%升到6%，估值理論上就可能大幅下降。當然，現實裏還有租金增長、位置、稅務和融資結構不會這麼機械，但方向不會撒謊。無風險利率越高，風險資產越必須證明自己值得那份額外風險。同樣的邏輯也會進入股票，特別是估值建立在多年後現金流上的成長股。蝕現率上升，
遠期利潤的今天價值就會下降。可人工智能又是一個特別矛盾的行業，一方面投資熱潮可能提高生產率和企業利潤，另一方面數據中心、芯片、電力和債務成本正在吞噬現金流，所以有人把大型人工智能龍頭稱為市場的傲慢，把長期被冷落的價值資產稱為偏見，主張兩邊同時配置。這種策略有冇用，取決於價格，不取決於標籤。最熱門的公司如果資本開支回報兌現，發債可能是合理擴張；如果收入追不上投入，再高的信用評級也會面對利差擴大。最便宜的物業如果冇租戶、冇現金流，也不會因為跌得多就自動變成好資產。我更在意的是未來18到24個月，誰會遇上集中到期？這唔係預言某一天會發生總崩盤，而係一個壓力測試窗口。大量地產債務和企業債務進入再融資期時，舊貸款也許只有2%到3%，新貸款卻要5%、6%甚至更高。即使本金完全不變，利息覆蓋倍數也會就降。若同一時間抵押品估值下調，借款人就會同時面對兩把剪刀：現金流被利息剪一刀，資產淨值被估值再剪一刀。真正危險的往往唔係賬面虧損最大的人，而係冇時間的人。手上現金充足、債務期限分散、租戶穩定的機構可以等週期，短債比例高、利息浮動、資產空置，又依賴銀行不斷續貸的業主，哪怕賬面上還有很多資產，也可能被逼在最差的時點出售。所謂現金為王，唔係現金永遠回報最高，而係現金給你選擇交易時點的權利。那麼低息時代是唔係徹底結束？所有離岸資產都要永久下跌？我不會這麼講。利率週期從來不會用永久兩個字簽合同。經濟衰退、通脹回落、財政整頓、生產率上升，都可能把長期收益率重新壓低。30年期美債也可能從高位回落。問題是，即使未來降息，市場已經學會重新給財政供給和期限風險定價。我哋很難再理所當然地假設，只要央行一放鬆，長端收益率就一定同步回到接近零，所有低回報資產就能恢復舊估值。所以真正終結的唔係某一個利率數字，而係資金成本永遠很低的信仰。未來觀察這場重估，我建議盯住6件事。第一，美國財政赤字有冇可信的收窄路徑？唔係聽一句要節流，而係看稅收、支出和國債淨發行的真實數字。第二，長債拍賣、投標倍數、間接買家需求、美差，能告訴你全球資金願不願意在當前收益率接貨。第三，油價和通脹預期，如果能源衝擊持續，長債需要的風險補償很難迅速消失。第四，人工智能融資供給，企業債利差若繼續擴大，說明資金池開始消化不良。如果高質量發行仍能輕鬆完成，壓力就更多集中在主權財政和通脹預期。第五，香港銀行的續貸條件，唔好只看最優惠利率有冇變化，要看實際息差、貸款價值比、估值頻率和現金歸集要求。第六，也是最實際的一項，物業的淨租金現金流。成交新聞可以很熱鬧，估值報告可以有很多假設，最後替利息埋單的只有租金和經營收入。把這6件事串起來，你會發現30年期美債5.337%真正改變的唔係全世界必須用同一個利率，而係所有資產都失去了逃避比較的特權。一棟寫字樓要和國債比回報，一家科技公司要和自己的融資成本比增長，一家銀行要拿抵押品現金流和資本佔用比風險。美國政府也必須拿財政承諾和投資者要求的期限日價比可信度。門冇關，錢也冇消失，只係錢變貴了，而且比過去更挑剔。如果美國財政能控制赤字，通脹重新穩定，人工智能投資又兌現生產率，長端利率可能回落，高質量資產會率先收復。反過來，如果赤字繼續擴大，油價維持高位，企業發債洪水不斷，而物業租金仍追不上利息，那下一輪壓力不會指出而家債券報價屏幕上，它會出而家保證金通知，在融資條款和被逼出售的成交記錄裏，這才是40萬億美元債務，
5.337%長債收益率和香港商業地產之間真正的關係，唔係一條簡單的因果線，而係一張共同爭奪長期資本的網。你認為美國長債收益率這次是階段性衝高，還是全球資產定價中樞真的已經換檔？香港商業物業最先見底的，會是核心寫字樓、酒店，還是被大幅蝕價的接管資產？歡迎把你的判斷留在評論區。如果這期內容幫你看懂了新聞標題背後的現金流邏輯，記得點讚、訂閱，也把視頻分享給正在做房貸、企業融資或資產配置的朋友。我哋下一期繼續把複雜問題講清楚。